毋是台语第一集。今仔日看到一个新闻，决定来做这个节目。这条新闻为着学闽南语，学甲逐暗考。小朋友免考，教育部的闽南语第一，无值得你学，性价比太低。就算你学到一字，有99字是学到不对的字。第二，恭喜，因为你毋是白痴，所以你学袂起来。你知吗？教育部的台语文用词有超过一半是用白痴造句法找出来的字。白痴也就算了，30年前遐个人摕到退休金走啊，即马是死拢毋改，害人不浅，有够可恶。绝对是祸国殃民、严重危害的一代。教育部的闽南语绝对毋是台语，所以做这个节目，大家来公干。干的意思是直言以误人，讲大白话啦，互大家了解教育部的闽南语到底是咧讲啥潲。啥物的物就死的、为的、小的，所以啥物就是啥潲。这篇是新闻讲的，学生囡仔准备月考的内容，咱一字一字来看。头一字，大家好，果然是专家，一出手就是错误的开始。亲像英文用 everybody 用单数来表示群体，台语有同款的文法，所以是大家，毋是大家。继续，我是某人，今年几岁？这马出现一只马，但是专家讲，虽然写马，但是即句甲马完全无关系。世间有安尼用文字的吗？这毋是装笑的吗？毋但甲马无关系，嘛无读做马。学生囡仔是要安怎读新骑白马这4字呢？这马闽南语老师教人读，真嘛？想要安怎乱读就乱读，教育部讲伊有这个自由，真嘛？绝对毋是这马。现在是，即嘛是，专家写作这马是。继续，即嘛是某国校几年的学生捏啊，捏，啥物意思呢？差字典啊，说文解字讲是下楚物思藏字，藏西徛就讲捏西徛。说明即本字册，讲拄出生就号做囡嬰。学生囡仔囡袂晓写，写一字捏来乱发，这就是教育部的白痴造句法。不可能会错的，不会写错，其他全错了。一行错3字。这就是教育部闽南语的程度，是毋是祸国殃民呢？若是互诈骗集团骗去，钱了人无带；若是学生囡仔自细汉，互教育部灌输可怕的文字观念，如何是好呢？是整个文化的消亡呢？看教育部的文章，一日我只有法度看一行。若无血压会冲伤悬。冒着高血压的风险，搁来看4个字。阮兜住伫这4字，你认为着几字？接近教育部的平均水准，4字拢毋对。阮兜住伫，第一字原，将父原声，父是山林的意思，这字是原的古字，
刀，兜圈子啊，兜啊，读起来很像刀啊，够白痴吧？大，批大啊，共音啊，加足字边，当做有学问的款啊，反正无人捌啊，很无面吧？第四字字石里的，查字典就知啊。恁兜是用来石里的吗？字会使读字、地两音。台语文的地动词，加一个地变现在进行式。我破病，我伫破病，我当伫破病。台语文的文化深度，教育部无法度体会，咱来一字一字扣转来。请问伫学校教台语的老师，这四字你是安怎教的？请问你考台语鉴定的时，智商爱降低到什么程度，才有法度接受教育部遮尔低级的用语？请问你会晓查字典无？请问你乱教误人子弟时，心内想啥？